交通部进正修法，为着防止驾驶的工作时间伤过长，对明年开始游览车是拢要按驾驶识别的设备。交通部是会补助一架车2000块。不过，这驾驶团体是认为讲现有的系统甲整合咧，就会当有同款的功能，这更新呢就搁要加开钱。所以讲，就讲7月初9要招游览车包围交通部订正。掌握游览车司机的工时，避免疲劳塞车。对明年元旦开始，全国大约14000台游览车，拢要强制来装设这个驾驶识别设备。不过，新北市游览车驾驶员职业工会讲，现有的 GPS 系统就使扩充识别功能，不管交通部也因此会安装驾驶识别设备。这个讯号它也是透过现有的这个 GPS 来跨接给这个刷卡机，那等于就是说。这个就是一只牛扒2层皮的那种感觉嘛。全国游览车拢依照规定加装 GPS 设备，同时该接像是车辆动态资讯，及时掌控位置，也毋无提供司机的资讯。所以讲，交通部进行这修法，要求游览车拢要装驾驶识别设备，掌握司机出勤的时间。要装这个驾驶识别设备，要开4800块，政府一台车上悬是补助2000块，店业者也是司机爱自费2800块，每个月也搁付厂商480块的月费。公路局讲，业者若是经邮寄以为 GPS 车机扩充功能，增加司机的识别，即要符合功能的规范，就免搁再加装这个驾驶识别设备。在结合驾驶识别系统后，对于人车管理会更加完整。在资讯传输部分，系统厂商也表示，可以透过既有 GPS 讯号的回传，不会额外增加传输费用。这个游览车的这个评鉴，让好的每年评鉴优良的甲等的，这些游览车公司跟集团，它可以扩大它的规模。学者认为，对游览车评鉴制度，若是评鉴不良的游览车公司，嘛要有特殊的机制，才有法度让游览车产业彻底来改变。也若新北市游览车驾驶员职业工会伫初9、初10这2天，要来集合上100台游览车，包围交通部定情抗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